去做事，正直無私，做事嘅態度呢係心入邊會有詭詐嘅，無時無刻呢都做一啲合適嘅嘢。重要嘅呢唔係單於在你有益，okay？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周圍嘅人都會因此得益。心中磊落光明，自然呢有一股浩然之氣，矗立於天地之間。心中無悔無咎，無驚無恐，自然容光煥發。個 BB 呢都生得又靚又圓啦，OK？ 身體健康。除咗存一個公義嘅心去做人之外呢，第二個就係存一個憐憫嘅心去做人。嗱，你哋係，我覺得你哋一定係悲溫嘅學生嚟㗎啦。上天呢給予你哋一個生命呢係充實而豐富。你哋有敏捷嘅思想，嗱，呢份珍貴嘅禮物，其實如果冇人同你分享嘅話呢，其實係一種憾事嚟嘅。所以我期望住你嘅成就，但係更加期望住當你有成就嘅時候，能夠同時關懷你身邊嘅人。生命嘅意義就係當你肯付出嘅時候，你就會越發覺生命嘅豐盛。第三，存住謙卑嘅心。當你付出嘅時候，我想你仍然保持一個謙卑嘅心，因為無論你服侍人又好，還是被服侍都好，其實都可能係不同嘅人喺時空交錯入邊不同嘅角色而已。因此，今日你有能力㗎，你有呢個機會去服侍你身邊嘅人，聽日你亦都有機會係俾人服侍。雖然呢個係直接或者間接，所以存咗一個謙卑嘅心去過你嘅生活係十分重要嘅。我曾經喺早集入邊講過，比 Sir 細個時候一腳牛屎，係讀書改變咗自己嘅命運。你大多數都係出生於寒微，但係記得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每個人都應該為咗自己嘅理想而不斷奮鬥。呢個過程呢，你會嘗到甘甜，你都會嘗到苦楚。有時你會感到失敗，不過我想話你知，每一次嘅挫折係你通往成功嘅必然嘅試金石。呢個就係你獨特嘅人生。亦都可能冇人100%會明白你嘅感覺，不過唔緊要，你嘅理想、你嘅堅持，呢個就係你嘅獨特嘅人生。所以請你放開胸懷呢，係好好地走你嘅人生。